改。今日錄音室人水與味真係濃到化唔開。喂，平時呢個鐘數你應該喺度呃 VC 㗎喎。聽講你炒晒全公司，將條命脈交完俾 OpenClaw，直谷下一個 Elon Musk，係咪你啊？冇咗啦你，請人 out 啦，又要求加人工又要放假，我裝 OpenClaw 嚟自動連晒我哋公司嘅 WhatsApp、Slack 同 email， 24小時自己行。我而家日日嚟到黃朝巴晏。你知唔知 OpenClaw 有超過3萬個 instance 喺網上裸奔？你裝之前有冇做 container isolation 啊？死啦！龍蝦自動將我間空殼公司嘅真實財務報表 send 晒俾佢投資者㗎，仲用公司張卡幫我買咗500個鐘嘅心靈輔導課程。呢個咪咁㗎 ，proactive 專案管理，佢睇完你盤數，覺得你個 business model 根本係個笑話，所以主動幫你申請破產啊！如果你個腦仲停留咗，佢個掣就等發達，嘴如思維。我勸你千祈唔好亂用 AI， 唔識底層邏輯就將全公司條命脈交出去，呢啲唔叫擁抱科技，呢啲叫全自動化破產。